谢熊。专家有地位的公安出来，这有5个人。是，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过5关表奖金上侪35000，请讲你咋转去哦？加油加油！介绍咱两队来宾，我这边先来盐水大饭店。三班会叫做盐水大饭店的，就是咱公司第一代新的。戏剧作品，嘿，就咱的队长刘耀林，欢迎啊！好，我是耀林。是，耀林哦，起码哦，你嘛是有演出对不？嘿是。啊，不过你嘛是有主持咱讲迄个台语台迄个节目。嘿，大港的台湾。啊，你以前会晓讲台语无？以前较袂晓讲，讲到较袂认真啊。啊，即马咧？即马较小可认真。哦，而且哦，伊是跟咱的老师学的呢。是，拄开始甲洪辉老师学。嘿，啊，我有听到老师讲伊进步足多。是哦。嘿，所以讲哦，台语真正爱接讲你就真正会晓啊。嘿，无遐尔啊困难啦，是今日带队友来啊，嘿，拢是盐水大饭店，什么话叫做盐水大饭店咧？这个大饭店哦，其实是咧讲感觉的意思。哦，伫咧感觉内底的饭人哦，其实因拢是食盐水配白饭。啊，所以讲饭配盐水。嘿，是可是讲一个笑亏啦，盐水大饭店就是形容讲哦，咱这个感觉吼，就是一个大饭店。所以讲今日队友拢来啊，吼，好来介绍落去。哦，来。大家好，我是吴祖辉，我伫盐水大饭店内底扮的角色是阿纯。好，啊有讲当时要报出无？阮伫迄个今年过年了后会开始搬，所以希望大家咱多多支持。好，欢迎你，我上来去。大家好，我是东东，我伫咧盐水大饭店咧演的是林建伟这个角色。欢迎东东呢，好，来我上来去。大家好，我是袁湘华，我咧盐水大饭店内底演的角色是秀文。欢迎你，我较客气。欢迎陈金小姐。好，来我上来去。大家好，我叫戴嘉怡，我伫咧盐水大饭店内底是演男主角文庆的小妹文雅。欢迎您呢！欢迎啦！哎呀，今日欢迎你个35000，陪到凳啦！加油哦！好来，我哋这边。哦，因这边是大饭店对吧？是阮大饭店。阮这边是国剧出头天，欢迎咱的队长默默。耶！大家好，我是默默。平常时啊是咧主持较济，不过我前几天有出一条歌，一条歌叫做《Why Not》。WHATNOT， Why not？不是 Why not 哦，伊是 Why not， 伊是讲 Why not？ 就是讲，一个查甫在谈恋爱，不过阮无一个真正的身份，就是讲 Why not？ 欢迎你咧，队长。好来，甲队友介绍落去。来。今日我带我一阵大学的同学，来。你好，大家好。我是童妹，我即马是迄个安亲班的老师，甲刘斌教练。是，嘿，欢迎你咧，老师。好来，我上落去。大家好，我叫小品，然后我自细汉阿公阿妈拢会讲台语，而且我阿公是公司台语台的忠实观众哦。哦，感谢阿公，是感谢阿公，感谢阿公。好来，咁欢迎你咧，来我上落去。大家好，我是尼克，然后我是为屏东来的，然后我住伫一个庄卡所在，阮规个庄头拢是全民有智慧的忠实观众，然后伊若听到我来，就讲介欢喜。感恩啊，感恩。谢。好来，我上落去。大家好，我叫做洪玲，我是苗玲。我会晓讲台语，是因为阮老母非常介意看迄8点档。我暗时的时阵，然后食暗顿，陪阮老母看8点档安尼啊，所以台语较老讲。其实我是一般的客家人啊。嘛看8点档嘛通学，若看阮盐水大饭店嘛是会当学呢。是今日的少年的拢话。目睭安尼金起是安那，今日的讲台语拢讲了真好，算顺的哦，算顺的哦。吼，不过刷落去会顺无，我唔知影哦。来看咱老师啊啦，嘿，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欢迎咱国文老师陈鸿辉陈老师。夜文到台语，文化拍地基。哦，嘿，文化一定爱拍地基啦，吼。好，今日咱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大家来斗句，两队的家庭进行斗句比赛，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就算斗句成功。两队轮流回答，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
来到句。你一句我一句。分数咧。咱这回合吼，拢总有3题。3题。分数关系得到奖金5000块。5000块哦，第一回合紧的甲5000块摕起来哦。好，即马有手跟个铃的顶面，听我讲，请手答咱才会当试哦。手要较紧的哦。好，来，小妹，咱请出题。请问，暗时拄到什么4个字，我拢会足惊吓的。哦，暗时拄到什么4个字哦，我拢会足惊吓的哦。好，来，咱请手答。好，来，出头天。暗时拄到酒醉的人，我拢会足惊吓。哦，酒醉的人啦，老师对唔对？对。嘿，来，今日个想哦，来。暗时拄着警察临检，我拢会足惊吓。哦，你无做歹代志，你惊吓，你是咪歹代志做足济？是咪哦？对啊。警察临检啦，老师对唔对？对。来。暗时拄着有人车祸，我拢会足惊吓。哦，有人车祸，老师安尼对唔对？好你。好来。暗时拄着有人弄门，我拢会足惊吓的。哦，有人弄门啦，老师对唔对？对，但是莫阁有人啊吼。哦，老师讲莫阁有人啊，嘿，无人啊，哦来。暗时拄到房间无电，我拢会足惊吓。哦，房间无电啦，老师对唔对？对。好，来。暗时拄着妖魔鬼怪，我拢会足惊吓。妖魔鬼怪啦，老师。其实你是拄着我嘛会惊吓。对唔对？妖魔鬼怪。好啦，先好你。暗时拄到路边野狗，我拢会足惊吓。哦，有影，路边的野狗啦，老师对唔对？对。好，来。暗时拄到救护车过，我拢会足惊吓的。哦，救护车过啦，老师对唔对？加水来。暗时拄到降雷落雨，我拢会足惊吓。哦，降雷落雨啦，老师对唔对？你个动词的问题其实是无问题，因为动词的问题。好，不要紧，分数先。恭喜同分店得到1分哦。咱来问老师是安怎袂用了哈？好，来老师。咱一般是讲单雷上侪人讲啦吼，单雷讲吼，有的人要形容敢若迄个雷声足响的，可能会用卡雷啦，较无用讲的，就是这个动词有时咱来看要配什么货吼。拄啊开始尔嘛，咱阁有2题哦。好，来手跟个另个顶面，听我讲，请手答咱才当试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找什么一定爱什么？哦，找什么一定爱什么4个字哦。好，来咱请手答。好来，出头天。找红婿一定爱足有钱的。哦，找红婿一定爱足有钱的，老师对唔对？好，来。欢迎足紧的，赞。找餐厅一定爱烧个大碗。餐厅一定爱烧个大碗啦，老师对唔对？好来。找看手一定爱贤惠温柔。哦，看手贤惠温柔啦，老师对唔对？好。哎呦，好，第二个是我来。找心明一定爱心怀诚意。哦，心明一定爱心怀诚意啦，老师对唔对？好，来，袂歹哦。找工课一定爱薪水悬的。哦，工课薪水悬的，老师对唔对？哦，袂歹哦。来，找头家一定爱非常大方。哦，头家一定爱非常大方啦，老师对唔对？来，真好，来。找老师一定爱足有礼貌。哦，老师一定爱足有礼貌啦，老师对唔对？好，先好你。好，来。一定爱。找所在一定爱看 Google Map。这敢是台语？找所在一定爱 Google Map。哎，老师对唔对？这敢是台语？你敢会当甲翻台语的好不好？台语哦，翻台语的好不好？用电5、
地图，哦，好好。地图吗？电子地图。哦，袂歹，是一定爱找所在，一定爱电子地图，老师对不对？袂歹，来，行好。找饭店一定爱整齐清气。哦，饭店爱整齐清气啦，老师对不对？好，先好你啊。来，找学校一定爱伫厝附近，哈，伫厝附近。哦，学校一定爱伫厝附近呐。老师对不对？好，好，袂歹哦。找医生一定爱专业亲切。哦，医生爱专业亲切啦，老师对不对？对。嘿，什么行业拢有啊呢？有啊。找演员一定爱水个有名。哦，演员一定爱水个有名啦，老师对不对？好。嘿，来。找新衫一定爱水个大班。哦，不过有水啊呢。找一定爱乌个大。红个大班啊！哦，伊讲红个大班呐，老师对不对？哎，所以新衫就是要过年穿的啦，所以爱找红个大班的。对啦，是啦。哎，老师，哦，你个老师难得啊。这逻辑，新衫不一定爱红啊。对啊，要讲换一个，要讲换一个，老师无夹叉叉可以。你讲换一个，你讲换一个。会使俗啊！小个大班。哇，不要紧，对。嘿，回去咱今日个想到好。第一回合尔。对，第一回合来练习尔啦。好，来分数先。恭喜哦，得到第2分哦。咱来听老师讲，够有什么会哦？来，老师。其实拄则已经真够啊啦，已经讲较侪项哦，介够啊啦。啊，只是讲嘿，因为咱有些语法、语词啊，甲迄个适合度拢爱考虑，毋是讲我斗会出来就好，吼。亲像讲新衫，啊，我无红的，唔就无新，还是啥吼？这个逻辑的问题啦，就是讲你会当用其他形容词，啊，可能咱较欠形容的迄种语词啦。啊，亲像拄则咧讲 Google Map 吼，当然这问题就是讲，你要算 Google Map 要算几个音节啦，因为你若是用 Google Map 看起来是2字嘛，啊，伊要算几个音节，这有小可较歹处理，所以你用电子地图这拄啊好使的音节，啊，当然你嘛会当讲网络地图，网络地图，对，所以就是爱有合理啦，啊，逻辑啊，甲语词的适合度。哦，是以上，好，今年佫上尾一题哦。好，来手放在另个顶面哦。香港车手台咱带当试哦，哈，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暗时唔通安怎，若无可能会安怎？哦，暗时唔通安怎，3个字哦，吼，若无可能会安怎哦，3个字哦。好，来咱请抢答。好，来头题。暗时唔通食宵夜，若无可能会变大箍。哦，食宵夜变大箍啦，老师对不对？哎，袂歹，来，拢生气啊！暗时唔通啉伤济，若无可能会偷带尿。哦，啉伤济偷带尿啦，老师对唔对？有影，囡仔啦，囡仔时阵啦，来。暗时唔通单杠停，若无可能会插厝边。哦，单杠停，插厝边啦，老师对不对？哦，来。暗时唔通啉烧茶，若无可能会困袂去。哦，啉烧茶困袂去，老师对不对？对。哎，袂歹。暗时唔通啉酒醉，若无可能会无爽快。哦，啉酒醉无爽快，老师对不对？好，对。好，来。不想。暗时唔通开伤紧，若无可能会出意外。哦，开伤紧出意外啦，老师对唔对？有影，暗时也无车，有人驶足凶。好，来。暗时唔通看电视，若无可能会目睭歹。暗时唔通，阮这节目都是暗时播出的哦，嘿。暗时一定爱看电视。伊唔通哦，唔通，这是唔通，改一下。看小说。哦，会使。哦，看小说。唔通可能会目睭歹。哦，看小说目睭歹，老师对唔对？
你看搁换一个好无？嘿，你看啥？搁换一个啦？无看电视、看小说拢会使，主要问题是后壁啦。吼，嘿啊，可能会安怎？可能会三个字，变近视。变近视，老师对唔对？逻辑的问题啦。哦，对啦。老师你要给我机会哦。出问题。啊！我在一起，不要紧，来，分手先。游戏大饭店，你就第3分咯。Q 掉。好，咱来听老师解释啊吼，来老师。主要是讲，恁拄条要讲看啥啊，但是因为这问题是。若准讲后壁吼，其实会当讲伤目睭啦，吼，但是问题是因为伊暗时并无讲什么环境状况下，因为这敢若限这3字当然较无遐尼啊完整会当讲的，因为你若暗时拢袂当创啥，安尼嘛是奇怪。就是讲你爱做的代志，像拄则头前讲的拢较合理嘛，吼，啉伤济什么货，也是讲迄个食宵，这种就是真明显合理。但是你若讲暗时唔通看电视看什么物件，恁的意思应该是要讲哦，唔通可比讲眯伫面罩被内底看小说，还是讲是无开电话哦，干那迄个安尼当然，但是伊无遐尼济互你讲，所以你爱经迄个足明确的哦。像拄则头前讲的遐就 OK 啦，嘿啊，过来就是拄则迄个，就是讲你若准真正要斗，就是用双目睭可能较合理安尼。不要紧，咱学生嘛。好，来先看分数。是。好，来看咱这边大饭店。大饭店今麦有3分。嘿，啊，那咱吃到屁咧？吃到屁有爱心1粒。不要紧，咱先甲5000块放在倒位。是送互咱大饭店5000块。好，继续哦，今日咱的第2回合抢答定歌机。抢答定歌机，2队派出1个人来抢答，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隆重进行5条题目。嘿，抢答定歌机。第2安怎讲？好，今日第2安怎讲呢？咱这回合嘛，都是有一个外国朋友叫做 Kevin。嘿 ，Kevin，伊用镜头吼带咱去游览，不管是台湾甚至是外岛，伊拄到伊袂晓讲，就问大家第2安怎讲咯。哦，好，来。今日甲分数体起来是上重要的吼，加油！手跟个练的点名听我讲，请手答咱才会当试哦。哈，好来，咱请出题。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未了这个你啊，我是对巴西来 Kevin， 今日就我来教金门的沙美老街。不过这个色彩较特别。这个色彩叫做沙美摩洛哥，为什么呢？你看卖伊规个呢，感觉像像咱的异国风情共款，对不对？嘿，刚刚来到咱北非的摩洛哥。好，安尼咱来看卖，这有啥物有趣味的题目，好不好 ？Let's go！ 我即摆来到金门的沙美摩洛哥。沙美摩洛哥是伫沙美老街废弃老厝，行看看的，规个拢是黄色壁，敢若亲像来到沙漠共款。大家来到这吼，敢若已经出国啊，已经无伫台湾啊。每一个角度翕出来，拢足水的。阁有足侪少年人会来到这参观这个景点哦。好，安尼我要来准备出题目哦。请问沙漠的台语安怎讲呢？请问沙漠的台语安怎讲？是沙漠。好，来咱请手答。好，来嘉义。沙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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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漠。哦，袂歹哦。沙漠，看大声。沙漠。嘿，老师，安尼对唔对？对。袂歹袂歹。然后来分数。恭喜大饭店得了1分啊！嘿，咱听老师来解释。好，这个词呢，可能大家叫是讲伊是这个华语的词，其实唔是吼，这个是日语的词，就是好济汉语。日本人就是取这2个汉字来讲这个物件的意思。嘿，所以是日本时代吼，迄当阵就有的物件。当然华语甲台语拢摕去用吼，华语的读音，台语的读音。吼，迄个拄则你有讲到沙甲沙吼，基本上沙是文言音，沙是白话音。咱这个所在，因为迄就是
一片拢沙嘛，所以用白话音来讲。吼，啊，迄个若是用关底音来讲是沙木，啊，毋过这有腔口差啦，吼，那偏全的会讲沙木，啊，所以讲沙木拢会使，伊是一个木，这个是低音的就对啦，入声的，嘿，所以这个词大概会当记一个吼，沙木还是沙木安尼。好，好，不要紧，咱换第2位哦，来，今年换人。是两位去过金门吗？有去过无？无，拢无，拢无去过。哦，两个拢担心吗？哦，哎，使手牵手，同齐来金门这个。纠团呐，我是感觉少年人纠团去看，去看下一寡哈金门的文化，其实袂歹啦。是啊，是，免紧张，免紧张。好，来手放在另个顶面，听我讲请酒答，咱得会当试哦，哈。好，来，咱请出题。哇，那烧饼实在是够香的呢。来，各位观众朋友，我跟你讲，来到金门吼，一定要试看买这个烧饼。这间店吼已经开足久啊。多行料的小小的，最好食的。好，我来做题目啊，请问烧饼的台语安怎讲呢？哦，你食个真好食吼，好，感谢你啦，客文，我拢不倒拢摇起来。烧饼，较大声。烧饼，烧饼，确定？确定。好，来老师，烧饼对唔对？主持人，看到要流嘴烂，烧饼的台语是要怎讲呢？好，来，咱请出题。哇，那烧饼实在是够香的呢。来，各位观众朋友，我跟你讲，来到金门吼，一定要试看买这个烧饼。这间店吼已经开足久啊，伊主要就是有做2种的烧饼，一个安尼长长的，你看卖，这吼就是甜的烧饼，过来吼就是这圆圆的，这就是咸的烧饼。来看这内底有包肉，安尼我先来试看卖这个甜，然后来对，哇！规拢足脆的，足酥的，哇，真香真赞！来，我即摆试买咸的，其实我上期待就是食咸的啦，分一半，哇，内底真正是有肉呢，你看卖，哇，我食一了，多行料的小小的，最好食的，好，我来做题目啊。请问烧饼的台语安怎讲呢？哦，你食个真好食吼，好，感谢你啦，客文，我拢不倒拢摇起来。好，来手讲好好哦，上回咱搁讲一摆。请问，咱客文食互咱看的烧饼台语安怎讲呢？是烧饼的台语哦，好，好来，咱请手答。来，烧饼，较大声。烧饼，烧饼，确定？确定。好，来老师，烧饼对唔对？对。来分数。有你得了1分哦，出头天，出头天。好，来咱听老师解释。其实这个食米应该是算较北方的人的食米啦，对北方传落南安尼啦应该大家是拢知影这个烧甲这个饼，单字拢知影斗起来就对啊。不过就是可能迄个调要注意，拄则我就是要注意听讲，你敢有甲迄个调算做小可走精，结果无真好，就是讲因为变调了后是一个中音的一种烧这种音有无？唔是烧饼是烧饼因为这个烧这种中音拄好华语无啦，所以有的人会掠较袂知真好势，就是你讲到真正确以上。不要紧，咱开始啊！恭喜哈！今嘛1比1啦哦，继续加油哦！今日来换人，是今嘛换2位美女啦。哎呀，阿姊，这两个看起来拢是女主角的型呢。绝对啊，因为爱露，感谢。露，爱散。若咱煮伙咧，
台南大汉的。水啊！台南姑娘啊呢？啊，咱倒位姑娘啊？桃园大溪。哦，大溪姑娘啊哦，即马两个姑娘要来拼，因为啥呐？上重点就是即马1比1啦。哦，白分哦，看你上要甲分数扭起来哦。好，来手跟个另个顶面，听讲请手到咱台当市哦。好，来咱请出题。来，各位小朋友，我都正看到一寡足高水的物件，吼。咱来到这个山后的美术文化村吼，才有一个档吼，规排拢咧卖一寡吼首饰圈仔啦，吼，这个风师爷啦，吼，啊，足侪无共款的彩色，吼，啊，有这是啥物？微塞。吼，微塞哦。堆塞，啊，个吼有这啦。哦，这就是迄个手榴弹，啊嘛，咱来问咱的观众朋友，来，请问手榴弹的台语安怎讲？请问手榴弹的台语安怎讲？是手榴弹哦，来，咱请手答。好，来，宝宝。我看是有可能是这个手榴弹。手榴弹，哎，手榴弹吗？弹，手榴弹，可能是安尼啦。手榴弹是不是？好，我问老师哦。好啦，好，来，老师，手榴弹对唔对？唔对。哦，来注意。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中啊，迄个其实恁拢想多啊，有一种咧食的鸡子足臭的。有，泰国来的鸡子。来，机会来哦。伊拄仔已经有讲啊哦，泰国来的鸡子足臭的。我足臭的，会牵死人。哎呦喂！哎呦！手老啊，手螺，是哦。手螺啊，手螺弹，手螺弹。好，来，老师，手螺弹对唔对？唔对。啊，无好念啊，其实有诶吼，对咱查囡仔来讲，佫较唔知影。嘿，不要紧，来请教老师哦，哈，来，老师。若是要照3字念吼，中迄字都要阿上其实有暗示明示啊吼，啊毋过是文言音，因为大部分无一定知影文言音。哦，你拄仔咧讲的果子是榴莲嘛，对无？榴莲的榴，手榴弹，哦，若要照3字念啦，哦嘛是有人安尼讲啦，手榴弹，因为咱一般对迄个炮弹这方面的啦吼，对炮弹、飞弹、什么弹安尼啦吼，啊因为这字其实有几哪个音，有弹，有弹，有文言音弹等等吼，啊一般咧讲炮弹会讲用弹安尼啦吼，当然迄个动词弹钢琴迄嘛是弹啦吼，啊迄个2字的是迄等于讲是一个讲嘛半讲笑的讲法啦，讲敢若亲像拔蜡安尼，哦啊就讲拔蜡吼，所以嘛有人用拔蜡咧讲安尼啦，是。咱即嘛共款1比1啦，吼，来，咱个继续落去哦，佫有哦，好，加油呢，来换人，好，来，继续哦，加油，共款白酒哦，吼，安尼较袂紧张啊啦，吼，来，手跟个另个顶面啦，来，拢爱做过冰未？我做了，做了，拢做了，听看起来拢做了啊，啊，捌去过金门无？无呢，无机会。好，来手放好哦，听我讲，请手到咱台当市哦。好，来，咱请出题。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个金门的三美料理哦，真正是会当食到足侪足传统的食物哦。啊，即马吼，我要准备去食的就是这个叫做凤片糕。这个凤片糕哦，一般都是摕来要拜拜的时阵，拜拜的时阵要供奉吼神明要食。这其实吼是上传统的形状，吼啊，不过若要做亲像动物啦，还是花啊，嘛是会当做。哦，安尼我先来试看卖这个口感哦。哦，甜啊 QQ， 食起来敢若亲像咧食甜啊共款，啊，不过内底有撒足侪迄落糖，哦，袂歹食哦，赞，好。啊，恁个来做题目啊！请问凤片糕的台语安怎讲呢？请
请问凤片糕的台语安怎讲呢？是凤片糕哦，吼，来，咱请抢答。来，立刻。凤片糕啊，凤片糕啊，确定？凤片糕啊，确定。哦，水来，老师凤片糕啊，对唔对？唔对。今日要讲要凤片。免伤紧张。这应该是咱厝的，若有是大人拜拜，拢会听过这。我阿妈拢会去买来拜。糕啊，甲拜拜，敢若个无啥共哦。念的敢若无啥共。红片糕啊，糕啊头，糕啊，红片糕啊。确定哈？好。好，红片糕啊，老师对唔对？唔对。甲糕啊敢无啥关系。甲糕啊无关系哦。来，不要紧，咱请教老师。来，老师。对，这个到底是果还是果？吼，嘛有人咧论啦，敢若较挖果啦，吼。嘿，啊，毋过若是就一般咧讲是这三字来讲，也会讲红片糕。红片糕。啊，因为伊有的是做菇的形，所以嘛有人讲红片菇。啊，其实这个红片，伊即摆写这个红红的红吼，其实早期毋是写这字啦，早期是写红色的红。啊，因为伊咧红红粉红安尼有无？吼啊，红的文言音就是红，啊红的泉州的这个变调，就拄啊好是红片糕安尼啦。嘿，啊片嘛文言音，红嘛文言音。嘿，啊所以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点心。嘿，用细汉拢有食到。对。而且有一个足奇怪的味。嘿啊。金椒油。对，红片糕的金椒油有够重的。是这传统的食物红片糕，大家当记一个吼。好，不要紧，上主要要来啊。同款白手。即嘛同款白手哦。这是可以安排吗？好，不要紧，咱今日换人。是咱拄仔讲到迄红片的。对啊。哦，红片糕的啊，真正有影，大家拢会足想要食的什么味，什么金椒油的汤。对，即马食较少，因为阮以前食冰的时阵，佫会淋一寡。对，迄个瑶林，你若想要食哦，咧树林有一间迄个老大新发亭哦，伊内底就有八宝冰，就有掺迄个金椒油。嘿，大家会当去试看卖。啊，以前的甜粿内面嘛是有掺一寡，嘿，迄咧顶悬，就互伊迄个增加伊迄个香气。嘿，是，无问题。无问题。来啊，手边个连个顶面哦，听我讲请手答，咱来当试哦，哈。好来，咱请出题。来，各位观众朋友，我知影吼，恁大家听到金门这两个字，吼，你第一类想到啥物？吼，高粱对不对？啊，第二呢，哦，一定就是一条根啦，对不对？啊，你看卖我这后表，吼，规片拢是一条根咯，吼，这就是一个一条根的横哦。好啊，今仔日我有一个足特别的来宾，吼，我来拍波啊，欢迎杨杰。耶，杨姐，观众朋友大家好，你好，欢迎来到金门。杨姐，你敢会当甲咱解说一下吼，这个一条根有啥物款的作用，还是咱会当安怎来用？古早做兵一只，寒，骹手冷叽叽，腰骨酸痛，古早人拢是靠来浸酒。食甲足好伫的，对身体拢足勇的，佫唔惊寒，骹手袂冰冷，所以呢，甲即卖的时候，大家拢足爱用的，叫咧种无够用。原来是安尼，听讲会当泡茶啦，会当浸酒啦吼，还是直接抹伫身体安尼皮肤的这种会使用。因为有多元化的开发，来的时候，古早是拢浸酒，即卖是甲伊开发。茶包、电补的药膏、药布，佫药水。哇，足一种的用法拢对啊啦。对。咱即摆咱来问咱的观众朋友，一条根的台语要安怎讲好不好？来哦，来，请问一条根的台语安怎讲？请问一条根的台语安怎讲？是一条根的台语哦。好，来，咱请手答。好，来，姚玲。一条筋。一条筋。确定？一条手筋，一条筋。来，老师，一条筋对唔对？对。来，分数。恭喜你的第2分咯。来，我想要问你一下，你会讲啥？一条筋。
哦，一条筋。原来好，来，咱请教老师哦。什么是一的？嘿，来，老师，主要是这个民俗的部分啦，吼，就是讲伊若是算专有名词来讲，咱有真侪时阵会用文言音来讲，因为一条筋，这就知影讲是咧讲一条什么花，但是迄可能就甲专有名词就是两回事啦，所以咱用文言音一来讲，吼，一条筋，豆科的食物，啊，相对来讲一条筋吼。有一个讲法是讲，因为伊迄种食物，就是伊个筋足长足幼，伫个涂骹底足紧，啊，所以你若挽起来，可能一条足长安尼就对，所以用安尼来称呼。以上。好，来咱请回来看一下分数。是哦，实在是来看咱大饭店。咱大饭店即摆分数是2分。嘿，啊那咱出头天咧。哦，因即摆是1分哦。哎，嘛袂歹哦。对对对。好，所以咱1万块的奖金先跟个到。跟个饭店这边，所以他起你即摆是15000块咯。不要紧，咱继续加油哦，都有机会哦。好，今仔日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斗阵拼输赢，拢总有5条题目，两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进行5题了，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咱即马目前的情况哦，就是咱大饭店这边是奖金15000块。15000块，出头天咱一定爱加油哦，因为这个回合上紧就是拼盘。吼，拼盘就有机会，佮行落去就摕奖金嘛哦。是，好来啊，我要出题啊。来，小伟，咱请出题。请问，若是听到有人咧食竹仔鸡炒肉丝，代表是什么意思咧 ？A. 今年大丰收 ；B. 厝内有喜事 ；C. 福士大人修理。嘿，敢若大家拢捌试过哦吼。我是肉丝本人啦，大家拢去互炒过。哦，啊，若是注意，你嘛是感觉是迄落。我嘛是肉丝本人。你嘛是捌食？我嘛是有诶，拢去用查过。哦，咱是肉丝哦。好，咱来看下到底是不是肉丝咧？好，来正确的答案是。那听到有人食竹仔鸡炒肉丝，是代表什么意思咧？好，来，进入10秒的时间，今日讨论哦，哎呀，对，细哩哦，竹仔鸡炒肉丝哦，哈，来，是大丰收，还是有喜事，还是去互大人修理哦？好，来讲，4、3、2、1。时间到，来，咱请是答案。起来。哦，这敢若大家拢捌试过哦，吼。来，我问过姚丽，是，你捌试过吼？嘿，大家拢去互炒过。哦，唔知有好食无？唔知，我是无食过。伊是红炒，我是肉丝本人啦。哦，你捌没食？我肉丝本人。是，啊，若是注意，你嘛是感觉是迄落。因为我嘛是肉丝本人。这台拢遮侪肉丝哦。对。来，咱遮是一台，遮搁另外一台。代相传。是，你嘛是捌食？我嘛是有诶，拢去用查过。哦，拢是肉丝哦。原来啊，肉丝恁好。哦，今日拢看到肉丝本人啊哦。好，咱来看下到底是不是肉丝咧？好，来，正确的答案是。大家拢就有经验啦吼，就是迄个因为以早较用竹仔鸡也好，哦，还是藤条也好，哦，安尼又有汤的秀色啊，安尼顺吼，对，所以这是一个形容啦，哦，拄好用竹仔鸡啊炒肉丝，就是敢若类似华语的迄个竹笋炒肉丝，迄个意思安尼，嘿，所以就是其实真单纯啦。继续哦。来，请教一题哦，风险一定爱分开哦。好，来，上位咱请出题。请问青面牛是讲人安怎咧 ？A. 唔捌字 ，B. 个性冲动 ，C. 无家己的想法。好，来，进入10秒时间，紧来想。哎呦，青面牛啊！嘿，青面拢会当哦。来，青面牛哦。应该嘛简单啦。好，来go。4、3、2、1，时间到。好，来，听
是答案。是对哦。是哦，来5条 A， 啊这边是 B A C B C。哦，马西本人，马西本人，你是安那？你捌听过还是安那？我有2摆经验，第一摆是伫咧在地的时阵，有在地阿嬷就讲家己是青眉牛，我就甲伊问，伊就讲哦，因为伊较毋捌字。第二个是较早有看过一个剧本，叫做牛车。牛车来，毋是歹势，什么一牛车，哎，计真一牛车，内底有讲到青眉牛。嘿，有当时会讲咩啊？嘿，较古早社会的时阵。阮是分散风险，因为阮拢无听过青眉牛，所以我就是嘛无家己的想法，所以我就。袂歹哦，嘛袂歹啦，三 C、A、B、C 拢有啊嘛吼，咱来看者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哦。是啊。好，正确的答案是。这个青梅或者青米吼，这个腔口差啦吼因为其实牛甲台湾这个农村庄卡吼的这种过去的这个连接真深啦吼，所以咱有写一寡形容，就是会摕咱4颗咱灯看会到的物件来做形容吼。牛佫是互咱当做是较温顺嘛单纯可能有的人佫感觉戆安尼吼，所以就是安尼综合起来就讲敢若袂输，佫是牛佫看无安尼就用安尼来譬如讲无受教育，还是讲毋捌字的人安尼，嘿是以上来哟，拢通讨论哦，今日甲讲答案哦，吼来咱上啊请出题。请问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拜拜场所，伫咧台湾倒一个港口的庙会会当找到伊咧？ A. 鹿港的保安宫 ，B. 基隆港的城隍庙 ，C. 安平港的天后宫。好，来，恁有10秒时间哦。嘿，那唔知哦，风险拢甲分开哦。吼，清真寺。嘿，到底鹿港、基隆还是安平咧？哎呦，安尼讲，4、3、2、1，来，时间到。好，来，咱请起答案。哇，一声哦，这声就是这边，吼，咱大饭店5条命 A， 嘿，来，咱这边的出头天就是1条命 C， 坏，你拄仔你笑啥？因为阮这百科全书讲，就是相信我，相信我，我去过啊，你去过啊？咱拢我相信你，我相信。啊，甲阮讲过无是？为什么你去过遐哟？无啦，就是伫咧鹿港遐，即个保安宫其实是台湾上早的一个伊斯兰教，尾手才变做是道教的即个保安宫。阮大港的台湾其中一节有捌去过。哦，拄啊好，家己亲身有去到遐，知影这个故事啦，知影这由来啦。原来是安尼哦，阮拢相信你。我嘛相信。嘿，来，我感觉读以前历史，伫安平感觉有足侪外国人拢有出入过，所以我就对这个方向去摇，因为我嘛唔知影答案是啥，就摇看卖。不要紧，咱来看一个哦 ，A 甲 C 到底是哪一个咧？来，正确的答案是。真趣味的，就是拄则咱这边的有讲着讲，你要讲可能安平有足侪外国人啦吼，当然啦，这外国人无共国的来吼，会伫无共所在啦，台南迄边主要是红门啊、荷兰人迄边较侪啦吼。咱鹿港其实毋若鹿港哦，其实伫咧中部有一寡所在，介趣味就是有一寡阿拉伯人的后代，所以就是阿拉伯人后代，甚至讲就留伫遐安尼，所以因就是有迄个所谓伊斯兰教种清真寺这种物件，就是要保留因的过去的传统的这种文化，所以因遐除了就是一个是讲名的问题，其实过去会踏一个过厝，因为是姓郭的人啊，所以就讲鹿港过厝。保安宫然后迄个就所谓的伊斯兰教迄款风俗就是无食猪肉，所以因就甲别人较无共，伊是无食猪肉，安尼拢有保留即个风俗。所以讲，咱这2万块奖金要囥喺倒。读起互咱的大饭店。偌济？即嘛是35000块咯。好，咱即嘛今日去是35000块。好，来去咱的俗语，我来排。
俗语我来排，当中有5组的题目，大家轮流把正确的俗语排出来，剩的秒数就会使换做现金，1秒1000块，奖金就互恁全家炸登去。嘿，俗语我来排，全家抢奖金，奖金偌济35000块啦！是35000块，就是35秒对不？是的35秒应该够啊。啊，我嘛是感觉应该有够啦。不过要饲这俗语这物件，较想要较加一寡。所以制作单位佮送恁30秒好无？加油加油！资金张啦，无啦，七就会饲了，唔对35000就应该是慢慢就无去啊。是啊，不过内面哦，真侪含水哦，有啥物货咧？你看台语的正字，会晓无？嘿，来，啊，这第2字。淡散，嘿，就是嘿尝一下，嘿，试者，嘿，淡散者，对，淡者，是，所以讲内面拢有台语的正字，爱看好清楚，啊，唔通字了，就叮当一字字，就浪费的时间。好，来，咱即马就一位来，啊，通啊参详哦。来，第1题就是咱姚玲，第2个，会使，后边会使甲你讲，嘿，啊，不过你袂当甲斗气哦，会当甲讲哦。你照料的话，好，准备好哦，咱请开始。来，一个人安怎？好，正确来，先拼先，来。制作单位心有够痛，35000块会当提走偌济咧？准备好哦，咱请开始。来，一个人安怎？好，正确来，先拼先，来。变戏，那我变先变身海西搞这个，海鸡搞，我正确跨水假戏风啊，来，大拿给小金，正确。好，咱讲一个人一款命吼，通常拢是咧讲艺术本来传统是讲来认命、认分伊个艺术啦，嘿先变先，这大家可能较常听到吼，当然是为着稻谷啦，先交一天吼，就是这稻谷安尼嘛趣味，大家教教嘛定听到吼，嘛是用讲咱较生活中看会到物件来譬如啦吼。拄则有一个音的问题是看喙食素风才对哈，这个素风哈用文言音来，嘿，是素风哦哈，用文言音读哈，上尾一个寒拿鸡小金，这个就较趣味哈，因为这有变做是传统的艺术，甲现在咧用艺术无啥共。传统艺术本来是咧讲。艺术是古早吼，传统算做讲查某人较无咧出外吼，查某人出外，干那会安怎？可能就是要去进香，要去拜拜。进香拜拜就穿甲吼，加打扮嘛吼，打扮其实伊是讲寒拿鸡小金意思，就讲伊挂一个拿讲我要去拜拜，结果其实是去找爱人安尼意思啦吼，所以用安尼本来意思是咧讲，你讲的甲做的吼无共款，不过即马敢若较侪人拢甲伊变做是所谓的华语黄鼠狼给鸡拜年迄种意思，其实无啥共啦，不过。即马有的俗语是有时代转变的这种意义的无啥共的用法，吼。好，以上。好，谢谢老师。哦，安尼知意思啊，真趣味啦，吼。好，即马趣味的是奖金偌济？哦，因剩45秒，所以35000块拢摕到啊！厉害！好，即马今日去颁奖。嘿！来，颁奖！哎呦，恭喜哦！35000块。赞！我来讲，这个戏会发，真正会发35000，拢提去就是一定会发。是，而且安尼佫通啊，趁着啥嘞？趁着宣传，今日甲观众朋友佫讲一下，当时要报什么名？盐水大饭店，伫今年过年了，就会开始播咯。是，那咱这边的吼，哇，不要紧，咱佫报名来就好嘛，是不是？而且，嘿，阮真正佫想要佫来。拄则阮算的俗语的有刺激无？有刺激吼，我甲你讲哦，你通下去迄落，阮有 app， 嘿，你甲download落来，嘿，佮通下练台语字，好，阮登去练习。嘿，咱即摆先来试看卖，互恁算免钱的，来，算免钱的哦，来。
一，一个来哦，来宝宝先，问啊，好，什么？土麦蛋，锣鼓，好，正确哇，来，蛙鱼，浸水，哦，正确，过来，汉字有数，四名，爱狗，哦，正确，爱快唱哦，七米鸟夹着，犀鸟记，厉害！啊，你爱这边练习了吼，拿分数关，你就他报名来参加，嘿，3万块就通下摕到顿啊。好，今日谢谢咱的国民老师，感谢咱的陈鸿辉陈老师落来咯。这回讲台语，全家有智慧。全家有智慧。俺斗阵拼台语，祝你大家拢欢喜，再会。谢谢。感谢宝宝，感谢红妹，感谢小品，感谢你，感谢红妹，下回再过来，加油！